紹自己啊。我叫名 Isnaini Susbadia， 我今年28歲，我嚟係印尼Lampung， 我結咗婚，我有一個仔2歲。我姓Wickhau， 我佢哋仲喺落十八附近，我嘅身高係156厘米，我讀書讀到高中學畢業，我有工作經驗喺Batam 4年，2019年到2023年，照顧公公75歲，幫公公按摩，幫公公準備食早餐，為公公做運動。情況正 OK， 實地物地同咪去計時咪數。我啱勁教，我啱勁貓，我識照顧 BB， 照顧小朋友，照顧老人家。我識少少講英文，少少廣東話。我想做嘢喺香港，因為我要揾多啲錢俾我自己同埋屋企人。唔該晒，ma'am。好，姐姐你有幾高啊？你有幾高？我嘅身高係156厘米。係，你有幾重？體重幾多？重？我嘅體重係ma'am。你體重係幾多啊68公斤，ma'am。哦 ，OK， 好。68公斤，ma'am。OK， 你有冇 tattoo？ 冇啊，ma'am。冇。OK， 你有冇要食藥？有冇病要食藥？冇啊，ma'am。冇。OK， 你使唔使戴眼鏡？冇啊，ma'am。冇。OK。Tidak，冇啊。你識唔識講廣東話？少少，ma'am。好，識唔識講英文？少少，ma'am。 OK， 好。你食唔食豬肉？ A little bit。我唔識豬肉，但係我會做豬肉，ma'am。哦，OK， 有冇做過香港？有冇嚟香港做嘢？我想做嘢喺香港6年，ma'am。但係你有冇嚟過香港？之前有冇嚟過香港？好，ma'am。belum。係。未啊。哦，未嚟過香港。OK，得啦，唔該晒，唔該晒姐姐，唔該，OK。